这就是海报上的摩天轮啊，好漂亮啊！我们等会儿是要去上面看烟花吗？对啊，等下一波就可以上去了。走吧，先过去坐一会儿。我们可不可以买个冰激凌啊？不行。最老师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位置的？我现在说了，你记得住吗？我只求你现在不要，借酒装疯。看来是晚了。季老师，为什么我现在有点晕呢？喝果汁会让人变晕吗？跟你说那是酒了。可是是你说话说一半的呀，我要是不喝点东西，怎么能借酒壮胆呢？所以，你心里到底是谁？前女友吗？你喜欢她吗？身材好吗？漂亮吗？算了，我想听的你也不会说现在。我喜欢。什么呀？刚刚